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10分鐘去旅行。上一條片我哋介紹過威尼斯大運河上面嘅瑞吉酒店。呢間酒店嘅前身有過百年歷史，接待過無數嘅名人。我哋同大家開箱咗8萬蚊一晚嘅頂樓套房。個套房有個好大嘅私人天台，對正安康聖母大殿，係威尼斯奢華住宿嘅天花板。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返我哋片尾嘅連結。今集我哋帶大家去開箱意大利最著名嘅度假勝地科莫湖。科莫湖喺意大利嘅北邊，距離米蘭只有50公里，搭火車嘅話1個鐘就到。佢係意大利第3大嘅湖泊，形狀好似一個吊轉嘅 Y 字形咁。由羅馬時期開始，啲皇室貴族已經係喺呢度起別墅。而家好多以前嘅皇室別墅都變咗豪華酒店，又或者對外開放嘅花園。呢度亦都變成歐洲著名嘅度假勝地。成個科莫湖最精華嘅景點就係中間嗰3個小鎮，包括貝拉焦、瓦倫納同埋梅納焦小鎮。佢哋全部都係岸邊嘅彩色小鎮，距離對方大約15分鐘船程。呢度嘅渡輪係連接各個小鎮嘅主要交通工具。但係今次嘅渡輪體驗係我去咗咁多次歐洲最似走難嘅。今次嘅影片，我哋會同大家一次過睇晒我哋天堂級嘅享受同埋地獄級嘅體驗。如果中意我哋嘅頻道，記住訂閱同埋 like， 等我哋帶你10分鐘去旅行。咁我哋而家一齊出發啦！我哋直接住咗喺貝拉焦小鎮，呢個係成個科莫湖最核心嘅地方，亦都係必到嘅觀光小鎮，所以被稱為科莫湖嘅明珠。我哋揀直接住喺呢度嘅原因，亦都係想避免搭咁多次渡輪。由渡輪一上岸就會見到兩邊嘅彩色屋仔，呢啲都係18、19世紀嘅意大利式建築。貝拉焦呢度嘅屋同埋街道都比較靚同埋優雅，沿岸一大排嘅酒店都幾有規模，而且維護得好靚。大街呢度仲有購物走廊同埋餐廳，買嘅都係當地特產手工皮具同埋絲質製品。呢度嘅石級同埋巷仔都係著名嘅打卡點。碼頭側邊仲有一個好長好靚嘅湖邊走廊，呢度睇日落真係一流。好多意大利人週末都會特登揸車嚟呢度度假，所以星期六日呢度就會逼得好緊要。呢度可以睇到科莫湖附近連綿壯麗嘅山景，亦都可以望返貝拉焦小鎮，係可以真正感受到湖邊休閒度假嘅感覺。我哋今次住嘅酒店叫做 Hotel Belvedere， 雖然係4星級酒店，但係佢嘅位置、服務同埋設施都一流。佢喺貝拉焦小鎮嘅山上面，可以睇到好靚嘅湖景，行落市區只係需要10分鐘，而且仲有免費嘅 shuttle 接送，隨傳隨到。佢140年嚟都係由家族管理，代代相傳，所以呢度嘅服務同埋管理都好有人情味，樣樣嘢都好用心。我哋間房係高級湖景露台房，價錢係9792蚊一晚，包稅同埋2位早餐。間房嘅面積係258平方尺，個裝修極度簡約，全間房冇一件多餘嘅飾物，所有嘅家私地板都非常之乾淨，連個飲品櫃都係直接釘喺牆上面。間房有免費嘅茶同咖啡，每人仲有一杯迎賓飲品，我哋就揀咗可樂。間房嘅賣點係一個好細嘅露台，可以坐喺露台欣賞到科莫湖嘅景觀，亦都可以望到酒店嘅自家庭園同埋泳池。
以差唔多1萬蚊一晚嘅價錢嚟講，呢間房屬於比較細。半開放式嘅衣帽間後邊就係洗手間，洗手間嘅大細同埋設施都係不過不失，有浴缸同埋2個洗手盆，所有嘢乾淨整齊，有全套嘅衛浴用品提供。而家去睇下酒店嘅設施，我覺得間酒店最靚嘅地方就係佢個室外庭園同埋景觀，佢喺個山丘上面對正個湖景，客房、餐廳、泳池、庭園係一層層咁樣。個庭園好大，而且有好多太陽椅同埋太陽遮，個感覺好有度假風。喺呢度可以居高臨下咁望晒成個科莫湖嘅山景同埋湖景，仲望到湖邊橙色嘅意大利屋仔。我好鍾意佢個酒店餐廳，呢度有室外同埋室內嘅位置，擁有180度嘅湖景，非常之靚。我哋間房包2位早餐，早餐係半自助形式，可以喺 menu 度揀啲熱食。至於冷盤、麵包同埋果汁就可以喺 buffet 度攞。啲冷盤嘅選擇唔係好多，不過都幾精緻，有常見嘅凍肉、沙律、麵包同埋水果，仲有簡單嘅果汁、茶同埋咖啡。呢個早餐嘅味道同埋選擇都屬於不過不失。食完早餐，我哋繼續體驗我哋嘅豪華之旅。下半晝先至開始去走難。我哋參加咗包船旅行團，去參觀科莫湖上邊最靚嘅別墅——巴比安內羅別墅。電影《星球大戰007》占士邦都曾經喺呢度拍攝。我哋喺旅遊網站買飛，別墅花園嘅入場券加埋來回快艇接送，大約係623蚊港紙一位。上落船嘅位置就係我哋琴日去過貝拉礁海濱走廊嗰度。我哋嗰團大約有10個人，隻快艇好大，夠晒我哋坐，而且坐得好舒服。單程嘅船程大約係15分鐘，離開貝拉礁之後就會有一段風景巡遊，沿途會經過好幾個科莫湖著名嘅別墅同埋花園，呢啲全部都係要買門票先至可以入去參觀。沿途仲可以睇到科莫湖另外幾個比較出名嘅小鎮。好快，我哋就去到巴比安內羅別墅。呢個係成個科莫湖知名度最高，同埋亦都係荷里活大導演最愛嘅頂級豪宅。電影《占士邦》同埋《007》都曾經喺呢度取景。呢度喺13世紀嘅時候，本身係一間修道院。而家左邊見到嘅2支尖塔，當時就係教堂嘅雙鐘樓。到咗1787年，就有一位樞機主教買咗呢度，改建成為夏日嘅別墅。別墅嘅最後一任主人吉多伯爵喺過身之後，就將呢個別墅捐咗俾意大利嘅基金會。而家係全意大利最多人參觀嘅別墅。呢度可以自己買門票入嚟，亦都可以跟團。進入別墅可以用陸路或者水路2個方法，不過陸路嗰度就比較辛苦啲，要行20分鐘繞過後邊個山丘。我哋搭船嚟就可以直接泊喺佢個碼頭上岸，完全唔使行山路。我哋嘅門票只係包花園，就冇包到參觀別墅入邊，因為參觀別墅入邊貴好多，而且一定要跟導覽團。呢個花園一草一木都經過精心維護，真係靚到好似電影入邊先會出現嘅場景。
度最出名嘅就係呢個波波樹同埋佢嘅歐陸式湖景平台，每一個角落都係極靚嘅打卡位，亦都有好多俊男美女喺度影相。遠處仲可以見到科莫湖嘅山景，呢一個位嘅風景望落去真係無敵。我哋仲見到有人喺度影婚紗相。其實科莫湖係一個結婚同埋求婚嘅聖地。我哋喺一日入邊就已經見到4對嘅準新人。呢度另外一個極具標誌性嘅打卡位就係中間嘅拱門同埋佢嘅湖景露台。呢個係一個需要排隊嘅打卡位，但係唔算等好耐，幾分鐘就 OK。山丘上邊仲有一間細嘅屋仔可以參觀。原本以為佢係個咖啡廳，點知佢係一個簡單嘅展館。碼頭嗰邊仲有個主建築物，嗰度有間好細嘅手信鋪，仲有得賣修道院嘅特色雪條。成個自助式嘅參觀大約係需要個半鐘。個庭園唔算好大，主要係影相花咗啲時間。夠鐘我哋就坐翻隻船翻貝拉礁。呢個旅程非常之悠閒舒服。喺貝拉礁食完午餐之後，我哋就開始下晝嘅走難之旅啦。因為我哋而家要搭公共渡輪去另外一個小鎮瓦倫納。點解講到走難咁慘？就係因為佢嘅渡輪班次非常之唔穩定，而且好多人排隊。但係偏偏渡輪又係來往小鎮最合理同埋最方便嘅交通工具。呢兩個小鎮如果搭渡輪嘅話，大約15分鐘，但係如果揸車可能要超過1個鐘。所以大部分嘅旅客都會選擇搭渡輪。正因為係咁樣，渡輪嘅船票一票難求，要好幾個禮拜前先喺網上預訂。而且佢嘅船飛係冇時間限制，你買咗之後全日任何一班都可以搭。但係船公司亦都唔保證你買咗飛就一定可以上到船。喺碼頭往往會有幾百人喺度排隊等上同一班船，如果上唔到嘅，可能要等1個鐘之後先有第2班。而且佢個碼頭有4個上落客位，會好似火車站咁，唔同時間會有唔同地點嘅船泊低，要好小心先至唔會上錯船。我哋本身想搭3點半嗰班，於是提早1個鐘，2點半已經嚟排隊，點知見到條龍已經長到不得了，直頭係一眼望唔到龍尾咁滯。排隊嘅時候又有好多人喺4方八面咁插隊入嚟，完全冇人維持秩序。沿途除咗樹之外，冇乜太多地方遮陰，大部分都係企喺烈日下邊暴曬。佢有幾種唔同嘅船，有啲淨係載客，有啲就會載埋車。呢一啲船等啲車上落，其實都需要好多時間，所以大部分嘅班次都係 delay 嘅。等咗個幾鐘之後，我哋班船終於嚟咗，但係完全上唔到，於是我哋要等多1個鐘先有下一班。所以我哋喺烈日當空下，總共企咗2個鐘零15分鐘先至上到船。上船嗰刻，大家都搏命咁樣跑上船，因為好驚又俾人截龍入唔到去。因為呢啲可以載車嘅渡輪真係載唔到太多嘅客人，船上變得好少嘅位坐，所以大家都係企喺樓梯，甚至係甲板邊，跟住就開船啦。你睇下，我哋嘅目的地其實就係喺前邊，真係好近㗎。10至15分鐘嘅船程，每個人要5個半歐羅，大約係50蚊港紙。以前我哋去過意大利另外一個景點五漁村，嗰度都係要參觀幾個小鎮，但係嗰度因為有火車同埋渡輪，所以成個交通安排雖然擠迫，但係起碼都有條理。成個科莫湖嘅渡輪交通基本上都係呢個情況，所以如果你要去幾個小鎮嘅話，就要做好心理準備。如果你想同一日遊覽幾個小鎮，其實係可以買 day pass 會平啲，不過唔可以上網訂，要去售票處再排隊買。我哋眼前呢個咁靚嘅小鎮就係瓦倫納，係科莫湖3大必睇嘅小鎮之一。呢度嘅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當時嘅居民係以捕魚同埋開採大理石為主。捱過咗中世紀嘅戰爭之後，有好多藝術家同埋傳教士嚟呢一度興建修道院同埋別墅。呢個小鎮就慢慢變成而家呢一個樣，充滿咗中古感覺嘅彩色屋仔，同埋岸邊屬於貴族嘅華麗別墅。而家呢個小鎮嘅居民只係得800人，但係因為佢有火車直接去米蘭，
所以係科莫湖入邊其中一個最旺嘅觀光小鎮。我哋而家終於到咗阿倫納嘅碼頭啦。頭先見到小鎮上面標誌性嘅尖塔，就係中央廣場嘅聖喬治教堂。由碼頭行到佢小鎮嘅中央，大約需要15分鐘。中間都有好多特色嘅打卡位。呢度有好多古老嘅街道同埋石級，由山上面一路延伸到海邊，仲可以望到好靚嘅日落。其中一個出名嘅打卡位叫做情人步道，呢個係一連串紅色嘅橋連接碼頭同埋老城區，中間仲有啲拱形嘅框。聽講有啲時節呢個位仲會開滿花，一路行仲可以睇到舊城區橙色嘅屋仔。由於係碼頭同埋舊城區嘅必經之路，呢個位好多人行，有啲位都幾窄，單線雙程咁樣，仲會造成擠塞。我哋去嘅時候係5月，都未算係最旺嘅旅遊季節。如果7、8月嘅話，應該會再逼啲。情人步道嘅盡頭就係一個細嘅石灘，呢度仲有好多露天餐廳，一樣係人頭湧湧。阿倫納呢度有2個出名嘅別墅，我哋今日會去修道院別墅睇下。呢度亦都係呢個小鎮最著名嘅地標。佢喺12世紀開始已經係一個修道院，17世紀就俾一位貴族買咗，仲加咗好多巴洛克風格嘅裝飾，變成而家嘅豪華別墅。而家可以買飛俾公眾參觀，係好多人求婚同埋拍婚紗相嘅地方。呢度冇之前睇過嘅巴比安內羅別墅整得咁靚，有啲殘舊同荒涼嘅感覺。門票可以預先喺官網度買，成人係15蚊歐羅。作為呢個島上面最著名嘅打卡景點，到此一遊都算係 OK 嘅。睇完修道院別墅之後，我哋就係時候返去貝拉礁啦。而家大約係夜晚7點鐘，等船嘅人潮終於冇咁多啦。我哋等咗半個鐘就上到船啦。阿倫納呢個小鎮都幾有特色，佢比起貝拉礁更加有中古小鎮嘅感覺。啲街比較窄啲，景點亦都比較樸素。至於貝拉礁呢邊，啲酒店同埋街道都靚啲同埋闊啲，有啲似法國尼斯嗰啲度假小鎮嘅感覺。雖然亦有人覺得呢度嘅商業味重啲，但係如果對我嚟講，我就中意住喺呢一邊多啲。我哋嘅科莫湖之旅就去到呢度，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頻道，記住訂閱同埋 like， 等我哋帶你10分鐘去旅行。我哋之後仲會有1連3集嘅巴黎奢華之旅，我哋會住過百年歷史嘅巴黎洲際大酒店，帶大家去宮殿咁靚嘅米芝蓮餐廳食晚餐，去麗池同埋半島酒店度體驗下午茶同埋空中午餐，同埋用最簡單最舒服嘅方法行下巴黎嘅經典景點。有興趣嘅朋友記住訂閱同埋撳返個鐘仔，唔好錯過啦！如果想同我哋傾下偈，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交流一下。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